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文飛珍，又到我的好好運動的時間咯。一下我的騰騰飛珍老師先來做運動，一開始我的來兩隻腳打開，好，同樣的髖關節胸用按開來吸氣，吸氣，吐氣，把你的身體往上帶，等候，慢慢的不用鬆下來。好，吐氣，再一次吸。做到等候。好，慢慢的吐氣。好，接下來我們來鬆我們整個背部的筋膜哈。好，來看哪個側面哈。來一樣，慢慢的下巴收。好，一節一節的，然後要等為背弄，然後到為腰骨。好，個思路也到位，慢慢的不用鬆下來。一面走一面調整呼吸，好，要得個膝頭做得微彎，好，不用鬆，要得為膝蓋，然後再慢慢的下來，第一擺先慢慢的再鬆來，好，一節一節的調整呼吸，然後到我們的肩膀，整個身體，等候，好，做一擺，慢慢的吐氣。一節一節，從要的背弄，好，從頸肩背弄，慢慢的到要的為腰骨，一節一節的放鬆。我會知道要的背弄，要的為太腳臂後背，到細腳臂後背全部都會很有一些很的感覺，好，你就讓他自己放鬆，來用技術，好，互相抱着。好，頭點頭，放鬆我們的頭部，還有頸部的肌群。好，轉頭，一樣調整呼吸。好，再不用鬆，慢慢的一節一節，從我們的背弄腰骨的地方，一節一節，再慢慢的起來，然後到肩膀。然後雙手往上帶，肚子豎一下，再往後，等候，肩頭再不用輕鬆，今天要得為暖身，就先做到一到尾。暖身完，要繼續騰騰飛珍老師來做運動。今天我們要繼續做的是功能性體能的訓練，要訓練，要的下半身，好，我們的本體感覺，好，還有預防跌倒的一些平衡訓練，好，豆腐卡呢，要去家做的做哦，哈，一開始像大家看下個腳，哈。這位腳呢，一開始呢，能夠訓練一隻腳離開地面。好，你知道冇問題的話，你做的板凳呢，沒做的板凳，得為牆壁。好，你就知道按你一隻腳站起來的時間，兩個腳長的地方，好，其實印度嘅訓練本體的平衡。好，按你。就訓練到要吃康呢，按你挺頭等，好，這樣訓練身體先穩定，好，做的話呢，慢慢的老鳥頭拿轉高左片，再慢慢的都轉來，好，再慢慢的轉右片，好。也還做像要的過馬路，要過馬路呢，要看左片，要看右片，然後再往前走，好，這都是我們都訓練要的為平衡，好，腳動搖呢反的彎腳，好，一樣單腳站立，好，你沒做的啦，都去個按你扶凳要的為表，好，木足剎凳。好，按你們訓練到動到哦，你就去比較，要的右腳，要的左腳有胸用嘛，好，這個就是訓練我們的平衡感，第一隻輕簡單的動作，但聽一隻呢，看哪個腳，
人家的两只脚白白安尼起蹬，哈，跟呀哈呢，人家的了一只脚往前踩一半，一半之后，好，就两只脚一前一后这样站住，好，一样身体打直，好，走的来发，头呢看左片，再看右片。好，去练一下，你就知道，哎呦，身体有开始好晃动哎，嘿，走的来法要再增加难度，老木足撒起来，老木足撒起来，干哈你就会知道，哎呦，呀身体哈都可以一直在训练平衡，好，呀嘿做嘿我们的本体感觉跟平衡的训练，呀哈对弄一嘎。轻松腰，好，只要你有在防止跌倒的话，好，也还有一个很好的本体感觉的训练，好，还走的来法，老木足撒撒，继续头拿，左边，右转，好，再回到中间，哦，有吃到有感觉哈，头拿一反过去个哈，两个脚都会好硬都会抓到它的平衡，哈。好，然后来弯脚，头下右脚后背，然后右脚前面，再吃100。好，哎呦，我吃到两只脚冇空用哦，哈。好，来过100。好，慢慢的老头呢转向左边。好，嘿，你吃到一下按的冇稳的话，我记得咯，安全轻松腰，一定要扶正。好，扶的哎呀，别都训练个哈，做一些安全。好，按出去个哈，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哈。好，来慢慢的头，让呀头呢转到右边来。哎，等候哦。好，再慢慢的倒转来。好呀，此刻呢，哎呀，木足撒起来。好，去感觉，呀个两只脚掌，直到引擎到平衡。好，呀个四脚比的脚。好，妹一直在找到，好，妹一直在收缩，一直到训练，按你就懂后为训练。好，进阶人家的木足继续撒的呢，转到左片。哎呦，身体都可以晃动哈。你可以用人家用手去平衡，好，去让人家腾数没懂后哈。好，慢慢转向右片。哦。好，非常好。安尼有限啊，都不卡住在多练一种的动作哈。很已经练到差不多，然后就还有进阶动作哈。来，此刻呢，两只脚变一直线，好，踩成一个直线。要难度比较难哦，哈，是好轻后会发会扶蹬哦，哈。安尼起蹬一条线的白白个哈，就知道，哎呦。木足大可能就有一些嘞，哈，冇问题嘅感觉了哈。好，跟人家此刻呢，老头呢转到左片，此刻呢，哦，等候哦，有吃到冇空用哦哈。好，慢慢的，我们把头好转到右片。你会感觉两个脚哈，安尼一直在微调哈，因为我们的内耳。好，人家得会逆弓，好，它有3瓣龟管，好，它正在训练我们的平衡，还有我们的小脑，好，再嘎一扎，人家的木足，而且扶的哈，木足然后给撒起来，此刻内，哦，强度比较强咯，难度也比较难，哎呦，然后哦，很周的来发。好，一定要记得哦，要扶后来哦，哈，某一天不一定要碰到哈，然后慢慢的头转向左边，然后再慢慢头转向右片，好，一直在晃动哈，好，只要一直在晃动收缩，全部就会好的，好，懂后诶哈，因为给到训练好，弯脚思考呢，一样一前一后。很好，好，身体一直在晃动哈，还没空用，木足吃蹬，好，左转，头看左边，好，慢慢的往右边，哎，等候哦，好，哎呀，此刻呢，把我们的身体好站正来哦，
吃等把眼睛闭起来，去练习微调。好，再慢慢的老牙头呢转左片，再慢慢转右片。哦，要这样训练懂得我们的本体感觉哈，预防跌倒。好，给再来呢，搞太架，好，要在保守球诶，好，没动好啊哈，好，要得一只脚，好，一前一后，你吃靠呢，好，慢慢呢，没按的起等。我们有吃到哈，你的身体已经在晃动，好，还走的来发头，再看照片。再慢慢的再看右片，好，还真紧哦，嘿，还无问的话，一定爱按长梯哈，撑住，好，再弯脚吃看呢，好，等候哦，好，眼睛看着，好，慢慢的吃看呢，木足塞起来，哎呦，木足塞起来，这懂无问哦哈。所以啊，要年纪哈慢慢大了之后，按不头哈清凉出门的话，一定要做较讲的哈，公务员讲要考唔懂，要怎么考无嘛清楚哈。所以按不头哦，哈清凉走的的话哈，这都不卡卡好啦哈。啊，晚上出门的话，一定要灯亮哈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把两只脚打开来哈。嘿，做的来法呢？我们把做的拿不开塞球诶，好，塞球要做嘛呢？好，我们做接球诶，好，左右抛球，好接球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们可以的话把球丢下去，重心接一下，再一摆，好，得球诶，好，去个得，去个接，好，利用技巧，重心的转移偏移。做的人要天数去训练瞬间的动态的平衡。好，这个做到的，好，这个一上眼都不开发，做这个的，这个接，这个接起来，好，好，没做的蛋糕，好，对起来，很好。还做的来法呢，要的吃康呢，一只脚，啊，另外一只脚呢，强强的。好，轻轻的碰着，好，一样抛接，好，那你可以手帮忙扶着，好，也做到安尼训练到人家的位，好，重心的转移，好，弯脚，好，起好了哟哈，这些都是进阶的，好，还走的来发，没走的老孙呢，来孙呢来得起喂，好，增加他的手眼协调，好，得比给接到给他得分。哈，啊，你们以后一生气哦，哈，好，好，再来呢，要的要再球的呀，没走的，老给眼高来，哈，眼高来的话呢，要出价，还走的的话哦，我先讲哦，哈，要再动作哦，比较进阶，好，比较进阶，所以呢，你都不卡，练个哈，我扶等，好。起上去个哈，两只脚较背，好，然后重心，好，往左往右画圈，好，还走的来发，手离开，好，很好，好，这个都是训练，好，训练人家的本体感觉，好，跟我们的平衡都可以预防跌倒的通照，好，走它个哈，下来，两只手先板凳。好，再不用下来，哈，好嘞。人家的健朋友的运动，哈，就搞下半身的本体感觉平衡，好，跟预防跌倒，好，人家先休困一下。